各位好，我叫 Hades， 係一個殯儀策劃師。喺我工作嘅過程入面，會體會到好多嘅人情冷暖。我係入行大概係15年前。咁我入行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張白紙嚟嘅，即係就對呢個行業係冇任何嘅認知。咁嗰陣其實點解會想做呢個行業咧？就因為其實我初畢業嘅時候咧，大家都已經討論緊一個議題，就係話大學生畢業好似都冇乜出路啊，又或者覺得嗰個收入好似都唔會話係特別理想，咁所以就嗰陣想反而試一啲冷門啲嘅行業。咁咁啱就俾我遇到一個機緣，就係有一間殯儀公司請人，咁我就膽粗粗咁嘗試去見工啦。咁佢亦都請咗我啦。咁我就由一個初級禮儀師嘅身份，慢慢邊學邊做。其實初入行嘅時候，父母就有少少微言嘅，因為始終中國人社會都係會比較禁忌，即係關於呢個行業。咁但係做耐咗之後，佢會感受到我係越做越順暢啊，咁同埋都會覺得我係揾到喺呢個職業入面嘅一個滿足感，可以幫到人之餘，又可以建立到自己嘅事業。咁所以就佢哋都後期就冇乜特別嘅意見。我諗有一啲比較根深蒂固嘅觀念係一直都有嘅，譬如話佢會覺得我呢個行業封閉啦，亦都會覺得我哋行業係家族式經營，一定要熟人入行先至可以入得到啦，或者係見工係咪要喺殮房度瞓24個鐘頭先至可以入職啦？有網上有啲咁嘅謠傳啦。咁咧其實睇得到對我呢個行業係有好多唔了解，亦都有好多謬誤。咁但係我會覺得喺整體嚟講，呢個大潮流要透明化、公開化同埋科技化嘅潮流底下咧，其實我哋作為比較年輕嘅從業員，應該係要與時並進，喺尊重傳統文化嘅基礎底下，去迎合翻呢個潮流，有翻一啲嘅改革。我哋嘅工作咧，其實係包括對外同對內嘅。咁其實對外嘅方面咧，就係我哋要同客戶去溝通啦。咁講緊呢一個步驟咧，係由嗰個先人佢離開咗啦，我哋就要同個家屬去接洽個喪禮嘅過程點樣去做啦。咁與此同時，我哋要幫佢處理死亡文件啦、安排儀式啦、安排喪禮嘅用品啦。咁到最後骨灰嘅處理啦，係啦。咁呢個成個過程都係我哋去跟進啦。咁其次咧就係我哋對內咧就要同我哋內部唔同行業嘅崗位咧去有一個溝通嘅。咁其實成個過程入面，我哋都要同客戶溝通，同我哋嘅職員保持溝通，咁成個喪禮先可以 smooth 嘅。咁而我哋呢個工作咧，其實以前我哋行內咧就唔係叫殯儀策劃師嘅，我哋行內以前叫做棺材頭。點解叫棺材頭咧？就因為成個喪禮入面係以我哋殯儀策劃師呢個崗位為馬首是瞻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喪禮佢都個死者會有自己嘅故事，個家屬都有自己嘅要求。其實我哋殯儀唔可以好似工廠式生產一式一樣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做每一個個案嘅時候，其實就好似係體會緊個死者生前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個家屬同個死者之間一啲嘅生活嘅片段，一啲嘅回憶故事。其實我哋就係希望每一個喪禮其實能夠做到可以根據個死者嘅情況或者個主人家嘅要求，去做到一啲細節上有人性化嘅調控。譬如話我做嗰個個案，個先人生前係好中意畫畫嘅，咁我哋就用咗一啲嘅畫板，將佢生前一啲嘅畫作喺個喪禮上面展現咗出嚟，係啦，亦都俾嚟嘅家屬親友可以用紙同埋筆，用畫畫嘅方式去表達對先人嘅一啲最後嘅紀念。最難得嘅就係有冇用心去代入翻個家屬嘅角度，去幫佢安排一個圓滿嘅告別。人情冷暖係我哋喺工作嘅過程之中可以睇得到嘅。家姐同埋阿妹之間對於處理先人落葬嘅方式，其實係有一個糾紛。咁而喺本身已經有共識嘅情況之下，其中一方突然間同醫院講就係話反對去領取呢個遺體，咁而導致咧呢個先人係唔能夠順利咁樣去繼續個出殯嘅步驟，亦都唔能夠安排落葬。咁而呢件事據我所知係都糾纏咗1年以上。咁所以其實個先人嘅遺體已經喺雪櫃存放咗1年以上，係啦。咁其實係好遺憾嘅。屋企人有意見有糾紛都好，大家可能都會私底下解決。咁
咁最緊要係先人可以順利出到殯。但係呢個情況比較特殊一啲，係啦，因為其中一方係好堅持表達反對意見。咁而根據翻其實醫管局個條例，如果有家屬任何一個人反對，其實就係唔可以俾你領取遺體。我覺得做呢個工作係好似喺別人嘅生命嘅故事入面，令到自己學到好多事情，係啦。譬如話咁啊，先人有個仔啦，咁就幫佢搞身後事嘅。佢就同我講咗一句，我到依家都好印象難忘嘅。喪禮咧我就唔會去噶啦，即係唔會出席呢個喪禮噶啦。咁你完成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問我攞翻張支票得噶啦。有好多嘢都唔係必然，原來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係可以好複雜。都有好幾位嘅先人啦，其實睇到佢哋過咗身之後，佢哋嘅骨灰係原來真係會有一啲後人係會不聞不問嘅。最長咧呢一種咁嘅情況，乏人問津都幾乎有超過5年，咁直到今日都冇意願去處理後事嘅。係啦，我哋中國人成日都講就係話慎終追遠。作為子女又好，或者作為親友又好，都應該盡最後一點心意去幫個先人去做埋佢最後人生最後一程嘅事情。對我自己嚟講，做呢個行業其中一個最大嘅得着係了緣咯。了緣嘅意思即係話，係了結我哋同個先人同家屬之間嘅緣分。曾經一個主人家同我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喪禮嘅主角應該係個死者我。咁但係點解我覺得好似而家係做俾生人睇，唔係做俾佢？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刺激咗我去做呢個生前規劃，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嗰個未來嘅服務使用者佢可以再生嘅時候，佢本人留低呢個意願同埋佢本人做呢個選擇嘅時候，咁就算幫佢辦事嘅後人仲係後生或者冇經驗，但係因為呢個係佢生前自己親手揀嘅，咁就算長輩有壓力或者長輩有咩意見，其實我諗都可以更大程度上 make sure 到呢個喪禮嘅主角個意願可以如實咁樣去執行。我哋成日可能以為來日方長啦，好多時候可以將來再做啦。咁其實唔係每一個人有來日，係啊，你呢個方長可能係好短暫。當你有機會嘅時候，要及時去完成或者及時去安排呢樣嘢。亦都會覺得人生其實點樣為之一個善終同圓滿，唔係淨係講緊話你最後好死，你最後個喪禮安排得圓滿，而係你嘅人生減少咗幾多個遺憾。